林振昇議員5分鐘連問連答。林振昇議員。好啊，多謝主席。咁就我有3方面嘅問題嘅。咁第一個呢，就係同建造業有關。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建造行業呢就係高危工種，咁嗰個安全啊，其實都有一啲規定啦。例如你入地盤嘅時候呢，就有平安卡。咁即係我唔知局方呢都有冇一啲即係針對外勞去統計一下佢哋嗰個即係工傷嘅情況，會唔會係特別多呢？咁當然啦，如果冇乜呢啲工傷嘅話咧，其實又唔代表冇嘅，即係可能係因為以前咧都試過，就算有本地嘅工友都係咁嘅。如果即係唔係好嚴重嘅工傷咧，咁有啲承建商啊都話即係你唔好報啦，咁即係大家即係私了啦，解決咗佢就算啦咁。所以我了解，即係所以我想了解下即係實際嗰個情況，即係你哋嘅觀察嗰個外勞工傷嘅情況同埋即係如果分析過之後咧。係唔係可以即係針對性係為佢哋提供一啲安全嘅訓練嗱？當然平安卡就係最基本㗎啦，因為佢一入地盤你就一定要有呢個安全訓練啊嘛。咁但係其他嘅即係針對高危嘅工種有冇啲咩特別嘅訓練俾佢哋咧譬如話密閉空間啊、吊運啊，或者係高空工作呢啲比較有針對性嘅對外勞嘅一啲安全訓練，即係你有冇提供咧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關於運輸業嘅。咁因為政府咧就喺回答特別財委會嘅問題裏邊咧，其中有一條咧都講咧就係運輸署咧其實就收到33宗投訴輸入司機嘅服務態度。咁呢啲咧就涉及可能落車嘅地點唔啱啊，路線唔正確啊等等嘅。咁有28宗咧就係確立咗嘅。嗱，當然亦都冇證據話證明即係外勞嘅服務態度一定係差啲，即係本地人啊或者外勞其實都係有好有壞嘅，即係有啲比較服務態度好，咁有啲可能比較差啲。咁但係即係呢啲嘅對輸入司機嘅投訴，究竟係咩原因呢？係因為佢哋嗰個即係文化嘅差異啊，唔係好習慣啊。咁即係針對住呢啲投訴咧，有冇做過啲咩研究？咁同埋係希望嗰個營辦商咧都係做好一啲培訓，咁之後咧就可以改善呢啲輸入司機嗰個服務態度，咁就即係可以即係從而整體提升嗰個行業嘅水平啦。咁即係有冇針對性去研究呢啲問題咧？咁最後咧就問埋啦，即係當然培訓又有好多類嘅，有啲其實大家都知嘅，即係入地盤就一定要用平安卡。咁但係咧過往咧都有啲工會咧就發現，即係有一啲可能中介啦或者代理人咧就巧立名目即係又收翻一啲培訓費咁咧就可能求其安排一啲所謂嘅課程。咁呢啲其實就冇咩必要嘅即係一啲假嘅培訓，佢唔係真係要呢啲培訓。咁實際咧就係可能啲中介啊或者代理人啊去即係巧立名目收一個培訓費。咁如果有呢啲嘅情況咧，係你哋點樣監管咧即係點樣區分一啲即係真係僱主會即係有啲僱主咧，又真係會為佢哋啲輸入嘅外勞咧係提供培訓。咁但係我哋就擔心咧，會唔會有一啲就係巧立名目又收佢錢咧？3方面嘅問題啫。多謝主席。好啊，我先請發展局，跟住運輸物流局。發展局。非常多謝阿林議員咁好細緻 observation 嘅觀察。我諗我哋而家係好重視，不論係本地定係輸入勞工嗰個安全嘅，真係非常重要。咁我諗我哋跟翻咧而家對輸入勞工嘅要求咧，都同本地一樣嘅，就係基本嗰個嘅安全要求咧，我哋透過嗰個安全訓練課程同埋嗰個平安卡，我哋俗稱嘅平安卡咧，要考到考試。咁其實安全訓練咧，我哋都不斷與時並進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喺個案裏邊睇到有一啲風險嘅咧，我哋都會喺個基本課程裏邊增加呢一啲嘅個案。確保咧，不論本地定係輸入勞工咧，都留意呢啲相對風險比較高嘅運作嘅時候呢，要留意呢啲地方。呢個第一。第二，對於頭先我有提及一啲可能比較安全性上面高風險啲嘅一啲機械操作咧，我哋而家嘅法例係有要求，本地都要去
受訓同埋特別要考個牌嘅。呢一啲咧輸入勞工都要去跟嘅嚇，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我哋叫做挖土機啊，呢啲相對可能風險高一啲嘅咧，本地要咁輸入勞工都一樣要考嗰啲牌嚇。咁所以我諗呢個訓練上邊咧係個要求係維持大家一樣嘅。另外頭先我哋都有提及呢，我哋喺呢個輸入計劃裏邊咧要求咗有一個額外嘅措施，就係要求個承建商同僱主咧一定要安排一個安全主任帶實呢一班輸入勞工，確保佢哋跟足嗰個安全要求得嚟咧，佢哋都知道自己要保護自己，做好晒個安全措施嘅。咁大家可能都知啊，我哋呢個計劃咧主要係俾公營嘅項目嘅公營工程項目嘅。咁 so far 咧，到而家為止呢，聽翻部門講咧就冇特別留意到輸入勞工嗰個嘅安全情況係特別差，或者特別即係我哋覺得有比其他度擔憂嘅地方。不過議員覺得好啱嘅，我哋其實成日同僱主都有啲簡介會嘅，咁我哋會特別再繼續將呢個工人安全呢樣嘢咧喺簡介會度再特別提醒佢哋，叫佢哋跟。咁最後一個咧就係關於培訓費嗰度，其實我諗唔係淨係培訓費嘅呢一個費用，而係我諗整體上我哋對於個中介費我哋就係比較緊張咧，就係唔好俾一啲即係無良嘅中介公司咧去收取亂咁收取呢啲工作嘅。咁所以可能早前都有同議員去解釋過呢，我哋有啲新嘅措施就係定清楚㗎啦，邊一啲可能係安排要食宿或者係啲咧你先可以收費，其他嗰啲費用咧基本上清楚列明係唔可以收嘅。咁我哋都會同阿僱主再去跟進呢啲工作咧，就係個中介要填翻一張聲明話俾我哋聽，佢哋唔會亂收費。如果我哋發現到呢個案嘅時候咧，我哋會跟進嘅。多謝議員。好，跟住運輸及物流局蔡秘書長。多謝主席，我而家請我請呢一條，我請阿助理處長回應。好，唔該，處長。好，多謝阿林議員提問。就頭先提及嗰即係33宗啦，咁其中28宗成立啦。其實裏邊嘅司機大部分咧，即係嗰啲個案都係牽涉小巴嘅，即係可以我喺度提供少資料。咁嗰啲咧，我哋都睇過嗰啲個案咧，好多時都係頭先都有提及啦，議員就係好多時可能停車嘅位置啊，或者佢提供一啲資訊，即係回應翻乘客。即係嗰啲譬如地點啊、車費啊各方面咧，可能就未盡個乘客嘅要求，咁所以收到投訴。咁其後咧，其實我哋都同翻相關營辦商跟進，營辦商亦都有同翻相關司機咧，即係去即係再即係訓示翻，或者即係希望去進一步改善。咁一般嚟講，我哋睇到咧個數字係唔算高，同埋其實整體我哋喺市民啊，或者我哋見地區人士啊、議員咧翻嚟嗰個反饋都話呢啲輸入勞工嘅小巴司機都表現良好嘅。咁所以希望就即係可能係啱啱去新入職或者適應香港嗰個小巴嘅駕駛環境啦。變咗我哋其後都會密切監察住嘅。唔該晒主席。